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我想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哋就讲，其实睇我哋高雄屏东嘅客人，喺我哋常常讲，希望按照六队。而家睇六队吼，有幾多個鄉鎮地區，例如幾多個年輕人啦，無論有幾多個我哋嘅公益組織，睇我哋嘅種嘅地區做我哋嘅種頭嘅事情。我哋今日有想到呢，喺我哋六隊學文化藝術基金會嘅執行秘書齊建義、徐靜茹，我哋來到我哋現場，而家同我哋講，當初睇下六隊學文化基金會來到我哋竹田以後，喺竹田地區做馬嘅勢頭，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嘅靜茹來到我們現場。靜茹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的靜茹，徐靜茹。謝謝。歡迎來到現場哦！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靜茹你好像不是客家人哦。嘿，我不是客家人。對，那您可不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大概的說明一下，說你自己的學經歷啊，以及你來到屏東的過程，好嗎？我其實是台中人，但是我在小時候求學跟生活的環境都是在高雄，然後到了讀大學的時候就在屏東讀大學，所以我其實在大學畢業之後就都一直留在屏東工作，也應該有20年了，那就是也算是半個的屏東人，然後就是在以往都是在學校從事一些就是教育部的專案計劃，做一些人才的培育啊，或者是產學研發成果的推廣。那後來有一個機會，就是來到我們六堆學基金會這邊來做一些跟客家公共事務比較有關係的工作，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跟青年創生比較有關的工作。佢你睇好落地，你都講其實你啊，如果長一段時間你睇南部嘛，嚇，就你上頭講啊，就是南部嘅聲音嚟嘛，嚇。啊，因為你自己時間嘛，在屏科大有待過。那其實你在屏科大待的時候，你那個時候有沒有聽過六堆以及六堆的客家人？讀書的時候，我的同學有很多都是客家人，那可是那時候對六堆並沒有特別的印象。那後來比較有印象的時候，就是已經到我們在做大概就是前幾年我們在做那個地方創生活動的時候，在推動一些適合地方創生發展的一些優先推動的城市裡面，就發現客家聚落它有一個六堆這樣子的一個名稱，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比較清楚說，原來南部的客家它就是以六堆客家來作為一個這個稱呼這樣子。對，因為其實六堆要名嘅每一個款式每一個地名啦，六堆不是一個地名。我說其實幾多人來到我哋呢屏東或是南部以後，我唔係講群係客家人，而這個講這個係六堆人哈。但是因為你現在已經開始在我們的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開始工作了嘛，那是不是先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大概說明一下，就是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它本身是它的創建的過程啊，以及這一路上它都從事怎樣的工作？我們六堆學基金會是在101年的時候，由我們的這個醫生詩人曾貴海曾醫師他所發起的。那我們成立的時候是在我們的六堆裡面的中堆，在竹田。然後成立之後，號召的這個董監事的成員啊，包含了一些像是有綠色運動背景的，然後有一些就是在推動客家公共事務的，比如說母語的活動，然後這個客家權益的爭取，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在客家文學方面、歷史方面的一些學者專家，或者是像是農民運動，然後還有一些就是環境運動的這些領袖們，那這些前輩他們都長期的投注在公共事務還有客家的事務上面。那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是以這個文學或是歷史的研究，還有一些學術的研究，然後我們也做了一些像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客家的親子繪本，那也希望能夠透過這一些可以流傳的東西去推廣客家的文化，然後讓更多人可以看到那個六堆的客家這樣子。
跟地方接触的活动，就是像我们竹田车站有一度是要被拆掉废除的，那我们就是协助地方来跟政府部门做沟通，然后去争取竹田议员的保留，然后也就是参与这个村民啊，还有这个地方之间的一个桥梁跟沟通，所以就是这几年在地方上去做的一些工作。那慢慢的转变，就是在从这个地方创生的这个推动开始，因为我们竹田乡是一个人口大概16000多人的地方，那也比较高龄化，所以在这个地方创生元年推动的时候，它是被列为很需要来推动的一个乡镇。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投入这个六堆学基金会工作，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青年的凝聚开始做起。那因为你自己本身是有所谓的地方创生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嘛，然后你这样子加入了这样子的文化艺术基金会之后，甚至是伸展到你刚刚最后所说的所谓的社区的活化，跟甚至是社区的创生这一部分呢？我们在这几年开始，就是说，因为你地方或是社区要做活化，你必须要注入新的资源，或是让他们有找到新的出路。那其实很多出路并不是新创的，而是把他们旧有的资源去做重新的盘整跟规划。所以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也开始着手去做一些社区的盘点。那我们把有一些可以作为这个导览或是文化体验的资源盘点出来。那刚好这个时候，屏东县政府也在推动客庄文化体验据点，它由县政府来培育这个文化解说人员，就是针对每一个乡镇的特色去特别做培育。那也很幸运，我们基金会就经营了这个竹田的客庄文化体验据点。那在文化体验据点的经营，其实跟我们基金会的宗旨也是很相符的，因为我们基金会培育了大概经通过认证的这个解说人员有18位，这是有取得县府认证许可的。那这18位的解说人员，我们也会再给他们做一些更深化的再训的一个活动。那透过这些解说人员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把正确的客家文化的知识就是自己学习。第二个是他们透过这一些学习跟实际带导览的经验，可以把这些内容带回到家庭，深入到他的家庭里面去。所以这也是就我们基金会在推动文化的扩散是有一样的这个作用。那再讲到说，透过客家的这个小旅行，我们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竹田这个地方。那很多人来到竹田，我们也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也帮年轻人争取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这2-3年来去推动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地方的小旅行。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县政府还有我们的客家委员会对于我们的南部的这些6堆客家的推动也都是很用心，尤其县政府它也很注重这个客家地区的发展，所以也透过很多节庆的活动，把这个更多的客源，然后下放到我们地方来，由我们的社区来去做这些小旅行的推动，这样子。通常的青怡有讲到一件事情，讲因为吼我哋要推动我哋地方嘅势力行嘅事情，其實我哋要從頭要需要一啲導覽人員，但是一導覽人員，伊即個嘅水準，我哋講伊即個係咪對我哋嘅學眾真是有了解？嗰時屏東縣政府如有計劃去培訓嘅軌道嘅，針對我哋學眾嘅一啲導覽嘅人員去做一啲培訓，同時考試，呢種同我哋講嘅，其實喺我哋六堆學文化基金會大廈已經有18個合格的一啲導覽人員，一啲導覽人員，伊都是對，因為考過試嘛，或讀過書，嗰時對一片呢，伊啲人土風情其實係幾清楚嘅，嗰時第二講。對一點來，團隊一點來去認識我要竹田一塊地方嘅世界。如果談到佢冇共用嘅一種歷史風情，還有人文類的故事。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譬如說我們今天其實來到竹田驛站，其實目前來說是算是很方便的，因為它本身就有一個火車站。對，所以說從我們火車站這樣子下來之後，其實一般人來說，你會去建議他們有哪一些的路程可以去走的呢？我們現在地方小旅行有幾個路線，
那这些路线通常都是透过两个最主要方式，就是脚踏车跟火车的移动。因为我们竹田是算蛮幸运的，也很特别，因为我们有2个火车站，一个是西势火车站，一个是竹田火车站。那我们讲说，如果你利用这个火车站的方式，就是火车移动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先来到竹田，然后就是在附近，我们会带他们去走这个竹田到竹田国小这边，我们有个动物堂。那在动物堂会让他们去体验一些茶文化，然后也让他们听一些故事。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竹田火车站前面的这个车站导览，跟这个池上依然文库，还有我们台铁的这个旧的遗址，像这个油料库啦，或者是他们的澡堂这些的介绍，然后也让他们了解以前这个竹田发展的故事。因为竹田又叫做动物庄嘛，那在这个火车站这边，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做这样的介绍，然后之后就可以利用火车移动到这个西势火车站，我们出站再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忠义祠。那它也是有300年的历史，可以去跟他们讲忠义精神，还有为什么会有所谓忠义祠的这个典故。那旁边也有客家文化中心，那客家文化中心的话，就会有一些像是剪纸的介绍，好多圆楼的这个介绍，或甚至是这个画胎的介绍。那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去做些。第二个就是最普遍的就是脚踏车，我们就是以脚踏车小旅行，通常都会带12到15人左右的这个，我由我们的解说员带着大家骑车，那骑脚踏车就可以到达达港，然后达达港去了解这个大概300年前的这个水运如何的兴盛，然后也可以了解这里的这个伯公文化，因为旁边有个这个凉皮伯公。就是我们谈好了，其实算是一个quite丰富的地方旅行。嗰其實依啲文化基金會來到我哋嘅竹田以後，伊唔單止係維持到我哋文化基金會，而且個人類嘅使命感，同時嘛把地方創生也要作業幫到我哋嘅竹田地方。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個節目我哋綠隊學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秘書齊景儀來到我哋現場，同你分享講亞位文化藝術基金會當初的一個過程。我想請問一下靜蓉，因為其實你剛剛已經有提到，就是六德學文化藝術基金會它的一個成立的過程，以及對於竹田上面你自己本身的盤點的一個想法嘛。那我知道說，其實你自己本身也有帶小旅行，對，那帶小旅行好玩嗎？还蛮有趣的，因为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来的那个旅客啊，然后他们也都会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一般来说，现在参加竹田小旅行的，我们说客群好，大部分是什么年纪，或者是从哪里来啊？我们的客群大部分都是以亲子或是家庭出游为大宗，就是绝大部分都是家族。然后我们的来源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初期在推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开始在推的时候，我们很意外的来了我们隔壁乡的内埔乡的客人，然后他们是一整个家族10几个人一起来，然后也有东港的，然后也有屏东市来的。那时候我们也很好奇，说啊你就在隔壁，你怎么会跑来竹田？然后他们就说，我们都知道竹田，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来过竹田呢。我们在内埔都没有来过竹田，所以我们就想要趁着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全家人一起来走一走，而且又很近很方便。那也想要知道竹田跟我们内埔一样都是客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就是一开始在带小旅行接触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隔壁的邻居想要来看看我们家长什么样子，然后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是我自己就是内埔人嘛，其实我应该说，我们小时候真的比较少到竹田，甚至到西势的地方去，因为该怎么说？
早期是真的是交通不方便，我们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车，什么内埔到竹田啊，也顶多就是屏东经内埔到竹田。所以说像这样的村庄里面，除非就是说啊，可能今天竹田办了什么活动，好，譬如讲，你的周围的六队运通队，吼，啊，就要去参加，无你讲有乜个发通，譬如讲万福창예항啊，就要过去。可是我们真的是比较少说，到这个地方去游玩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说，其实这几年在很多的地方，其实不管是竹田啦，或者是乱峦啦，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你看，慢慢的就变成讲，譬如讲的女朋友，慢慢的就希望讲，去竹田行啊，去慢慢行啊。那像我来讲说，变成讲，同样喺屏东人、六队人，好比如女朋友人去到竹田的吧。那你会去怎么去介绍这些像是邻居的陌生人去认识竹田的？你会怎么去跟他们介绍？我们其实竹田有一个应该算在屏东的乡镇里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伯公有115座，然后它密度很高。那刚好我们在开始安排脚踏车路线的时候，也走了二轮老街。那二轮老街很多的我们邻近的乡镇，他们其实是都没有来过的。那刚好一个很聚集的点，就可以让他们在半天的时间里面稍微认识我们隔壁村庄。然后刚好我们二轮村也有开庄伯公，然后也有开基伯公。那我们的开庄伯公又很特别，又在民宅里面，那就有一些故事可以去告诉他们。那开基伯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龙井溪的大排旁边，也可以告诉他们说，早期我们的先民，从沿着这个东港溪、龙井溪上岸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如何去设立这个开基的一个据点，然后如何去迁徙到比较聚落，成为一个开庄的一个伯公，所以就是利用伯公的故事来做串联。那在这当中也会用一些盘花的 DIY 体验，让他们去了解说，原来我们客家的妇女在做盘花跟客家酒香这些香花的关系。弄这样子让他们慢慢去理解，因为即便都是一样的六堆客家，可是在这些观念上面，有时候他们并不是那么清楚。那刚刚您提到说，像万峦或甚至是嘉东，他们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化，像嘉东就有这个新丁的这个活动，那万峦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五沟水的一个生态聚落，所以其实我们的南部，尤其是我们屏东的六堆村落，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色，所以也就是他们可以慢慢玩，然后慢慢走，每一个点都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小旅行里面呢，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客人啊，或者是一些经验？我们其实除了刚刚讲到很近的这种邻居来玩，然后也有很远的，然后我们刚好今年1月的时候啊，就是透过跟在地的这个泰美亲子图书馆合作，因为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外国学生来实习，或是到图书馆去见习，那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这个小外交的这个小旅行体验，然后大概有10几位的这个外国学生跟着我们骑脚踏车去走了这个达达港，然后我们也告诉他们我们的水文的文化、河川的文化，然后迁移的故事，然后之后又安排他们到我们的动物堂，我们国际慢城的第1站动物堂，来让他们体验这个茶的文化。那外国人对于我们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迁徙的路径，还有我们的这个伯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觉得没有听过，虽然来台湾3、4年了，可是没有这么仔细的去了解一个这样子在地的信仰文化。然后到了动物堂去那个体验泡茶的文化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这跟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各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茶体验，因为在这当中会告诉他们茶的故事，还有各种泡茶的器具背后代表的一些意义，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我们也是觉得很有这个荣幸，可以让他们完成这样子的初体验。刚刚有提到茶文化，竹田有产茶吗？为什么会带他们去体会茶文化这件事情？我们竹田是没有产茶，但是茶在我们客家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在我们高雄的美浓地区啊，其实它的附近是有产茶的，那也包含一些像
比较早以前时期留下来的一些野生的山茶，然后现在也有黄茶。那我们竹田的这个在地的这个业者啊，他也是原先因为他是爱好茶，然后想要把这个茶的美好分享给大家，所以他成立了一个这个顿悟堂这样的地方。那就是透过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茶的美，然后茶的文化。那也透过这个茶席的摆设，让大家去体验生活的美学。他也是希望透过他的兴趣，然后把这个美好的生活分享给大家。那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们竹田的一个生活态度，就是虽然什么都有一点点慢，但是慢有慢的美，慢有慢的好。对，因为种头龙你头讲了，等于讲，一天啊，人竹田现在人慢散嘛，哈，我们是竹田是一个慢城，那这样子一个饮茶、泡茶，甚至在整个样子的仪式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就体会了，不仅体会了茶的文化的一个深邃，同时也会慢慢的去知道说，其实生活里面的那种慢的态度，对，好，从此去真的是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你会很悠闲的在那边走路的过程里面，你就可以体会到，就是什么叫做慢城，什么叫做去慢慢的去体会生命里面不同的一种事物的美好。但是我知道说，其实这几年，其实像竹田来讲的话，其实有几多年强营其实我在节目里边嘛，收街有几多竹田的店们，比如说德旅店啦，我们的咖啡店啦，哈，咖啡店就好多家，然后甚至我们还有我在买收街的，专门买炒饭的，我们的炒饭王，哈，都是全部的。竹田里边跟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加入，那我知道说，其实这个很多年轻人回到村庄以后，他第一个可能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对于这个地方可能是他的出生地，或者是不是他的出生地，他只是很喜欢，单纯喜欢这个地方，可是他对这个地方的连结度是不够的。那这部分的话，协会里面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吗？我们其实在这3、4年回到竹田，不管是承接家业，还是他从外地回来创业，或者是回来之后慢慢寻找机会，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大概有10来位。那这个比例较相对的这个客家乡镇来讲，算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都聚落的区域是蛮集中的。那当然，这些年轻人回来之后，有的是承接家业。那承接家业有时候会想要创新的时候，就很容易跟上一代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沟通上没有办法接受啊，或者是长辈就会认为说，那就这样就好啦，我们就这样做就可以啦。那可是年轻人他有时候就不会想要，只是这么做就好。那在我们基金会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提供他们一些资源。所以我们在这2年办了很多的活动跟课程，然后也有一些青年共聚的活动，让大家在异业之间彼此去认识，然后透过定期的聚会去聊一聊，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社会上关注的议题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很红的这个永续发展的问题，这个议题，那我们就会请这方面的专家或学者来分享这样子的议题，让他们去了解，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产业当中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资源协助。那这些专家或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善尽他们的社会责任，都是很愿意去提供这个资源。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办了一些像是经营社群，因为现在都是网络的时代，那我们也去教他们，就是说如何把你的这个社群经营得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曝光机会。那还有一个，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基金会在做这些协助，我们在地的很多企业，他们都对这些年轻人伸出非常多的援手，然后像是我们的豆油博，我们的天使花园，我们的德旅店，都协助这些年轻人，然后帮他们增加曝光的机会。假设是旅店，他就会说，我介绍你到哪里去吃，像是豆油博也都会随时告诉旅客说有什么地方好玩的，而且有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店家。大家都是共享这些资源，然后共同来支持这些年轻人。对，有你讲，其实他可以来穷下天水的养起人，贵东啊人的村庄里边去，
可是伊啲企业其实要做出来的时间，唔单止讲一开始要自家努力，其实就不到存在的时间嘛，要拼命去同天数，嘛系个最重要的事情。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时睇故事。翻过来，复起来。上个节目，我哋6队学文化艺术基金毕业之后，秘书青怡来到来现场，同人讲伊当初迄样带生理行业的故事。我想问一下青怡哈，因为刚刚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当初在评估整个客家庄里面的时候，其实竹田是非常需要创生的一个地方。那这一点我是比较有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会认为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需要创生的？它的一个评估的点大概有哪一些项目啊？在国发会推动地方创生的时候，他们是有几个评估的点。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地方人口外流的程度，然后还有地方人口老化的程度，还有地方产业的特性。那刚好竹田它的人口外流是挺严重的，因为我们在地的年轻人其实都是在外面就业比较多，那老年人口也是偏多，因为我们在16000多人的人口里面，我们的老年人口大概就占了20% 以上，那这个就是会对地方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年轻人流出这么多，然后这个老年人口又这么多，那再加上地方的产业又多是以传统产业或者是一级的农业生产为主，那这样子的地方其实是很需要有青年留住，或者是有移居人口进来，或者是有企业投入资源，所以也就被列为这个急需要有这个创生人员进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基金会也针对这一点，就是特别投注在青年的这个移居或是青年的留住上面去做一些努力。那就是包含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像是创生资源的协助，或是联合其他在地的企业，给这些留乡或是移居的青年做一些资源共享啊，或者是做一些资源分享，然后以及协助他们去做一些推广的一个活动。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蛮好的，对于是说我们希望年轻人可以回来啦，或者是说移居的人甚至可以把这边当成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至少我们有一个活血进来嘛。对。可是这个执行的过程有那么顺利吗？我们试着去让困难不要产生那么多，所以我们就除了我们以外，然后就是像我们六队学基金会也在我们竹田火车站旁边就做了一个500坪基地，那这个基地主要是就是有做一个展示的功能空间的功能，然后也作为一个青年创生的一个基地，因为我们会提供一些创业或是你一些所需要相关资讯的一个课程辅助啊，或者是说当你的创意够好的时候，我们会协助去帮你找这个基金啊，或是你的资金来协助你去实现你的梦想，或是去做你的那个创业。那也不是只有我们哦，像我们的那个豆油博，他也就是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在地方去做发展。好，那像这样子的资源进驻，除了带起这个起头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亮点。那当然，除了这些亮点以外，也会有一些其实执行上的困难，说真的不是太多啦。那就我客人的部分呢，我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就是我的客语还不是很理想。我不太会说啊，虽然我可以听得懂，但我也希望说之后可以慢慢的越来越流利的去讲客语，跟我们的这些长辈们做沟通。然后另外一个小小的困扰就是我们的乡民这些长辈们很热情，然后对我们的期待也很深。那对我们期待很深的话，就像比如说我们在1到3月的时候比较活动办的比较少，因为刚好有遇到年节，然后也遇到前后期要结案或是要做新的计划规划，然后就活动办的少一点。走在路上他们都问说
哎，你好久没有来了，你最近要做什么？我怎么好久没有看到你们办活动了？这样什么时候要办活动啊？然后为什么都不来啊？或者是像如此等等的这种期待或期许啊，也是算是鞭策我们的一个力量，倒也称不上特别的这个困难的地方。然后其实也很谢谢他们这么支持我们，这么爱护我们。其實談翻來，其實等於講，而家文化基金會無論講其他的企業，吼，對於我哋昨天採提的一啲算是天數啦，哈，我們客家話就是天數，就是加一個手，好，添一個手這樣的動作，等於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算是整個村莊的一個活動裡面，其實大家的互相的鼓勵、互相的支持，其實已經受到了鄉民的支持，是，同時也期待，對，好，真的會希望說，其實因為就像你剛剛所說的，其實所謂的人口流失、老化，甚至說我們的本身傳統的一種行業，其實在我們六堆很多的村莊都是這個樣子，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沒有那麼幸運。有這麼多的企業，有這麼多的一個基金會去挹注在那裡，然後甚至是在那邊辦活動，讓很多的年輕人，他只要有能力，他可能就會有人助他一臂之力，去開展他的一個夢想。那可能在很多的地方裡面，都還是維持着早期那樣子，幾乎是就真的是入夜之後就完全沒有人煙，甚至就是平常也就像一個很安靜的一個村莊一樣。所以說，我想其實對於鄉民來說，他們真的也等了很久了。也等了幾久了，有這種感覺，真的是等了幾久。嘛，同時嘛，看到講也經驗，昨天有一啲幾大嘅一啲改變。我說伊哋出一天會想我講，咁還有乜個法通啊？有乜個東西我哋可以聽數啊？冇咯，乜個東西還可以去不用啊？但有可以多個進步的事情。但是問題是，你知道這種期待就是一種壓力啊。對，有一點壓力，真的也是一種壓力。那對未來呢，有沒有什麼想法？就是說，像基金會目前走到現在為止嘛，那其實您也做了很多我關於文化創生的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事情。那對於未來呢，未來的計劃是什麼？我們接下來的部分會放在我們新成立的這個3x3美術館的營運，然後跟這個功能的落實。那事實上，剛剛有稍微提到一點點，就是說。這個3x3美術館，它不是只是一個單純的美術館，它除了提供展覽、展示一些文化的空間、美術的空間以外，它有一個比較重大的功能，是在做青年的一個據點，然後提供一些地方創生的一些資源，然後也希望可以協助年輕人創業。因為我們早期現任董事長張相熙張董事長，他曾經資助過一些青年創業的個案，那透過這些資助跟執行以後，他有發現，其實青年要創業啊，並不是那麼簡單，而且失敗率是真的很高。那他也曾經很語重心長的講過說，靜茹你之後啊，能不能努力，我們來試試看，可不可以透過我們的協助，讓創業的年輕人可以提升他們的創業成功率，不要讓青年嘗試創業之後，然後就留了一屁股債，因為他覺得這對年輕人來講並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們的這個基地也背負了這樣子的一個期許，然後也是董事長希望說能夠協助在地的，或是願意從外地移居而來的年輕人，或者是創業或者是團隊，能夠在這個地方有成功的發展機會，這是我們下一期要努力的目標。這個目標其實不容易達到，其實它其實是有一定的困難度。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從中小企業部的一個統計裡面，其實每一年都新成立很多公司嘛。對。他說，其實能夠撐到5年的企業，其實真的是為數不多。那更何況就是說，其實我們很多的青年幾乎就是單打獨鬥，它並不是像一個公司，它是一個完整的，或者是它有一定的足夠的財力。以目前不管來說，你是要成立一個商行，或者是成立一個公司，其實你還是有個資本額嘛，等於說你還是有個足夠的財力。可是現在有很多的青年，他們本身是有技術、有想法，但是他們可能沒有經營的理念，這個上課可以，或者是說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做半年的運轉。我們常常會說，你至少要留半年的資金嘛，他們可能1個月都沒有。那所以說，其實剛剛我們的理事長所講的，就是說，其實他們的夭折率很高。對。可是這個東西，其實以一般的商業來說的話，其實本來很多新創公司的夭折率會非常高。是。但
那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期许好了。好，我们希望说真的是青年创业不要夭折率那么高。那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们就是目前规划，就是说你进驻的对象要能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会先从我们南部的高屏县市的青年处或青年局来去探寻，是不是有一些已有起步的这个团队，那他们有意愿可以投注到我们的空间，我们可以提供空间，也可以提供资源，然后来协助他们，因为这样会毕竟比你完全都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创业，会把有限的资源投注在比较有机会的团队上面。那我们事实上也有一个这个加速器的一个作用，让他们能够取得充足的这个能量之后呢，协助他们在创业路上能够更成功。那这是目前规划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透过一些大学，他们像在做 U-Star 的团队竞赛，那我们也可以去甄选这一些团队，或是透过学校的这个创新育成中心来合作，提供他们有一些初步成果的团队来做后续的发展。那这是目前规划了几个执行的这个模式，这样子。可是，睇今日嘅节目最尾地方吼，呢，提供其实昨天对伊的慢上开始吼，嘛还对伊的慢慢的开始生发，慢慢的开始发展的地方，还是讲多今下都发现到讲，其实昨天今下变成一个几多年把资源投入地方的同时嘛，几多年归来昨天地方去向下发展的部分。那对于竹田呢，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竹田其实是一个快跟慢并存的一个地方。慢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形态，然后我们的生活模式。那快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活力，然后也让我们去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还有我们也透过小旅行的推动，让更多人去认识竹田这个地方。所以也希望透过节目或者是透过我们主持人介绍，让大家能够对我们竹田多几分的了解。那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竹田来走走，然后也来看看我们年轻人努力的做了些什么事情。可是讲到竹田啊，我想到係一個慢上，但是今邊嘅節目也係我都發現到講，其實喺綠對學文化藝術基金會，同還有其他嘅一啲相關嘅產業產業一啲天數底下，竹田有個慢上，唔單止行嘅慢，其實也嘛行嘅改革。今天非常感謝靜茹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那麼多您的故事。謝謝主持人，那也謝謝大家有行來竹田了。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線上來強化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